这两个戴眼镜的小朋友。还没转过来呀、扎西拉布应该在帮洗澡吧，应该过来的时间比较少。
那个吧？哦，背板舞那个。哦，看到嘛？他没啥跳舞的嘛？要贴在那儿跳，你认得到了嘛？看一下。提的啥子？没吃到那个。没吃到哎，有点点。提的啥里面东西？你那个啊？哦，这个是人卡嘛？他一喊他就停到了。过来嘛，过来，过来。
8点50左右，他那才拿过来，我他妈搞忘了，找他叫人送过来。这边，不在那边。哎，来了，苏拉来了。会挑这个，所以他不会挑这个，手甩一甩的，还倒退，这个特点就是退2下。
杨秀儿제 오지 열정 너도 청천 접히 너자 살무 모두 야쇼 사이 거제 分吧。 야쇼 양대 주무 그만나봐 그래 다시 되마 모조비 啊，这 되마 两个 퍼센트비 되마더라 호야고제 타바 점슈左上曲征，云岭，李唐卓玛，白凤，曲征，阿凑，这个是泽巴，学征，后面是卓玛初，雍真，后面是戴宗。 这个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叫白玫瑰他们那个叫啥？白玫瑰团队的，不是团队，是下周林。哦，不是下周，是下周茶补团队的。白玫瑰还没来，那个是要跟他打档那个。 他们以前叫这边是左州茶补嘛，他们取名叫下周茶补。后面跟那个露露老师他们吵架，后面就没在那跳了，然后在文化公园那边跳。到了文化公园不跳了，然后后来跳后面。现在武强波嘛没来了，昨天没来，今天没来。 哦，对，小拉布，好名字。白玫瑰的最好的朋友。前天那个没来啊。哪个？来了，那个说哪个？绿色的那个。哦，一个小女孩子一点。对，就那个绿色的那个嘛。好像没来哦。就那个绿色的。不是没来，那个矮一点，没来啊。戴了口罩了，口罩了吗？戴口罩了，哦。就那个绿色那个。好了，认不出来了，戴口罩该认不出来。 戴口罩好多哦，现在他们还在戴口罩，好小的，差了10%啊。又跟那个跟谁啊？那次跟了1490还没问到，也是跟谁和张宇，这第二次哦，就是我是送第一次也是送那个合唱曲针嘛，是不是？没确定下来是不是？这一次也是送谁啊？因为那
之后发消息没回。昨天晚上我还给你留言了，那个我说你那个前2天不是送了1700九，现在又送1700九，我说你是送给谁？第一次是不是送给多少学生？因为没确定，我们没看到你回复。他在那个好了好了。这个才来哦，这个有区别吗？这2个没来多久，他们拿了哈达拿过来了。这是给谁的？这不知道哎，因为李海小姐自己没回消息，我帮她留言。因为我怕送错了嘛，因为那天好像说你是说是送口上取真吗？还是谁？没确定。对，李秀，李家的，他们都姓李。是送这个吗？去我是送给唱黄奕的口上取真。都没来多久，看嘛，王清和赵曦、阿布都没来多久。阿布图啊，韩风，韩式风。拍了，才发几个，还有几十个没发呢。今天还是拍一点嘛，人都不一样。
那个就能卡了嘛？就是噻，就是噻。哦，好，知道了噻。早就知道。谢谢了哈。早就知道了。因为他是低调，我们跟他说，他说他100公里干啥？
知道了噻。啊，晓得。我也抢到了。17今天心情超好。几点钟了？帮一起块送过去。这个是哪个的？永吉的，你是永吉的嘛？永吉的送了。你送了吗？哎，刚才你们那个喊我带个车的。啊，没看到了吧？送了。没在呀。没撇进去啊。哎。啊，永吉的送了。这个是陌生的了。哦，有可以。好像主要是。哦，也要喊啥子？可以撇进去，不拍进去。喊了，永吉是抱起噻。这个没事。也还卡的。3个罗山。他喊了没有？喊了没有？哦，那帮我测一下嘛，他测。不这样子整起，哪么整呢？不然你没吃香我的还行。那个永吉老师，一个永吉老师再拿一个哈达嘛。我就单独给他送一个这个哈达去嘛。啊，给永吉老师。对。我把花再单独嘛。好吧。好，随便。那先送永吉的。啊？先送永吉的。把花抱起嘛。好。把一把花就不抱，还要抱花呀。抱，还要抱。像我拿哈达嘛。好。好。跑过去了。他那个刚刚都送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是罗桑的。刚刚用几你拍了吗？我没有。上韩国，
说我没在，拍到了。哦，没事儿，一拍就会有。我看了一下，哎，他有你哈达人的东西。哦，你不是要准备了哈达吗？他没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。因为我刚刚就是比我说拥挤的。我也看我就看一个发量哪儿来的，我以为我以为是送的拥挤，他是送楼上的。他说都之前都送了。等一下他马上进来，我不晓得送哪个。反正一共6个人。哦，好。我还是有点长了啊。哎呦，这个。不要挂在脖子上，这样不好，不好。还是拉到手上是吧？好的。他一个人包不下2个，只能一个一个的送，只能一个一个的送。这儿，谁的？是哪个的？这个是北河。北河的。北河以前嘛，以前嘛是花那个人嘛，哈达那个北河。北河。好，后面。在哪里？过来，这边，给他进去了。好嘛。那边。他的看是哦，掉那个。你就拿那个吧，过来。这都是韩国网友这个3个字的送。颜色好些吗？黄色好些？颜色啊，都差不多。哈达的颜色，白色的好一点。白色好些吗？黄颜色它都珍贵了，真金好些是吧？最珍贵的就是我们要花酿，那肯定嘛。这一般送的话，和去真山送黄颜色好一些。反正白色太普遍了嘛，是吧？白色是纯洁，黄色是贞洁，是吧？黄色要贵一些吗？黄颜色要贵一些吗？黄颜色高深大的那种。哦，高深那种。对，高深才可以送的。那下次一般都送白色算了。白色最好的。用送3色的。3色。3色或者5色。5色。5色是。五颜六色。5色是最好的嘛。但是人太多了，你摆到脖子上太厚了嘛，是吧？他一般摆了之后都要去起了，是吧？就留一个。
错了，打错啊。它和曲墩在一起。人喽，他不打了，他不，只是就是要打人。打人了。啊。哎呀，我说今天早点来的又。你去修不修吧？你去没吧？还没有，我还没有。昨天我还没去的嘛。哦。那是明月的，你们回来去看嘛，就警察离这儿很近。那是，反正也不着急，不影响使用。哪天就修都可以，它又不得生锈。对啊。不存在呀，反正。晚一点就修。哪天以后就去修。这儿还要说。今天天气。我不知道，反正3个字中间一个。接下来是个取点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也3个一起了。哎，怎么一起了呢？他啊，都一样吗？开玩笑的，我说接下来你不知道他给他说，我把一个单子给他列了，他来按那个算。啊。我戴个手套。哦，你是学舞啊？我看我戴个手套。哦。那个白玫瑰小栏目嘛。小栏目，都是白玫瑰吗？那个哪儿那个也稍微胖一点的。戴帽子。哦，小栏目的嘛，小栏目的那个。啥？那个不是白玫瑰，那个叫巴西。巴西。那个瘦一点的叫巴西。哦。就是我跟你说啊，巴西。跳得很好啊，白玫瑰其次。白玫瑰差不多吧，要稍微差点。我认为是。啊。最好于巴西。巴西。它叫巴西。巴西有国家名字的。就是叫巴西。就叫国家名字啊。巴西。反正就是张允凡。啊。他也是做那个哦。他跟白玫瑰是表姊妹。哦，都是家人。白玫瑰多高你晓得噻？个子多高的嘛？亲戚关系。表姊妹。哦。以前在那边，以前在张家银行嘛。你17穿那个衣服的贴过没有？呵呵。白玫瑰在前我来都是有天11点过他才回来，他觉得生意有点好，他在那儿摆摊，晚上在罗马跟那边摆摊。反正他的没跳，嘎。没跳，白玫瑰就不多高的个子。哦，就是我看他经常看。巴西白玫瑰还可以，但我觉得巴西还。他涨价1号了吗？张家银行里面生意不好，他们在外头。今天白玫瑰说他在那个罗马那边不是那个大字的摆摊。哦。11点好。巴西这个巴西不错了，他街站不好瞧哎。刚才我经过那个天宫嘛，认识那些老头儿。全是老年人，嘎。这儿说饱了，找熟睡啊。这儿我们还有2个，那个大堂取真吗？啊。哪个？取真，在光清后面，在这儿后面，这儿。哦。取真。往哪跳去？好。好嘛，
嘛，好嘛，好嘛。一点像，是不是？哎，看到咱我跟着人家学过，但是先好。这个好了，哎，对，这次没搞成颜色，白色纯白色的，不用加。哦，里面有泡泡糖，有那个棒棒糖、泡泡糖都有，现在有2种。口香糖不行，口香糖太小了，太少了。口香糖要起码3个、4个以上才能吹出泡泡。白色它没要粉色，它要白色的。昨天要的是紫色的，紫色但是送花了，送错了。紫色跟巴糖温补了，然后那个蓝色的给巴糖去蒸了，搞反了。今天我把那个每个纸上都写了颜色。巴糖温补的。好，温补了。那个啊？温补。巴糖。就在那个车站后面那个。巴糖。那边。巴糖温补。巴糖。对那边。就那个我要穿那个紫色那个。对对对。We're beautiful. 还有一个拉错的，拉上去。拉错2个，就去完了。哎，因为7个嘛，7个。大家曲子好乖哦，穿那个衣服很那种，乖巧的。曲子头上曲子也是，阿婆今天好兴奋，跳得很高。现在17的，哇，差点摔到了吗？我看，对，动作有点过了。拉错了，哎对，哎，那个，好，算了，这个，就他，好。这个是普通的那种，普通的那种，没有的那种鲜花，送完了7个鲜花。好了 ，Thank you， 就是谢谢来自韩国的网友。对，7个，你可以单独拍人嘛，不然的话，星期人要少一点点。哎，5奖嘛都没来，今天。5奖嘛有个。5
我说5点不昨天本要来的，都9点半了，今天又没来，今天肯定生意太好了，昨天下班下的比较晚，9点半，今天10点下班的，在关门，我得吃饭。团队在拍，你看梅朵啊，梅朵好温柔啊，看，琳琳也是，最温柔、最温柔的3个人。这会儿糖都不在了，全部的小朋友拿完了，吉祥祝福。分糖了，现在。
拍几秒钟，拍了把闸西出征才拍了3-4秒钟就没有了，搞忘时间了。拉长空运。拍了4秒钟，每次拍曲段都拍不好久，拍10来秒钟就没有了。搞忘了音乐了都。哦，没电了。西藏国庄。
我们给他打手势，我就这样好了。看到了。哎呀，来我给你弄一下，抢的不得了，下来走吧，下来吧，下来去了吗？伦敦的这两个小朋友追着跳。弟弟不会跳，弟弟不会跳，弟弟这样的。带中的儿子。你们说啥？还有攻击？这直播吗？这苏拉了吗？苏拉唱这个一口，不拍吗？还跳小热哟，耍的跳有点热。哦，永吉在后面嘛，在那个位置，在直播嘞。
地方。这个溜溜那个那年新的，这个。有意思 ，interesting。设计屏幕多了怎么办？自己就关了。哦，关不起就关了。哎，它没电了，它就自动关。哎，17都跑第2排去了。咱们下去看。
转过来。就是这时候取了第2分钟以后，就全部很快的动作。水秀。刚刚9点半，9点半，刚刚9点半。9点半，刚刚9点半。查子拉布的那个盛世枪堂，技巧盛堂。我靠，居然又拍了几十个片段，昨天拍了几十个，今天拍几十个才发几个。哎，发太多了也不好，发少了也不好，管他的还是要拍。没事。
没有喽。啊，再换一个，还再换一个。昨天晚上9点40多，今天星期天嘛，可以多换一个。今天发好多，但是今天发，我们就他能卡的嘛。哦能卡哦，你说的。他一直是队员的嘛，一直是。对啊，啥子有些很多少来。他那有去的时候有点忙，但是他真的是低调，给我说低调的很。安全儿，安全儿。自己守自己的东西啊！安全在那边呢，那边。来想瞧啊！还有一首腊肠群，还有腊肠群的这首，这首还有腊肠群，一圈跳2次。腊肠群，今天上队嘛，大家多跳一点，多跳一首，时间多一点。昨天也跳的比较晚啊，9点，昨天跳到9点40多啊，就45。
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可以休息了。举点试试，举点试试。这半年前是好看，这丢很久。这个话就是看这点烟。啊，不得。假的，真的吗？晓得哦。真花噻，都真的。那个咱们卖的要是整点泥巴特别涨啊。他们每天都要收到好多花了。也不一定，没有，他以为是约了时间。肯定嘛。看那个小朋友也那个收到花剧了嘎。有啊，有那个5岁那个5岁妹妹她当同学。就是看我看那个小朋友也收到花。哎，之前送的是巧克力，单独给他送巧克力，后面隔了后面才送的花。他后面说收的花都哭了吧？他没接受。还是个韩国网友送的。网友给他送的。是苏先生，韩国的，不是新加坡的，韩国也送过的，新加坡也送过的。灯一关，我觉得灯那个还是很亮那边。只说现在灯一直开太亮了，你觉得眼睛没适应。等几分钟之后，你觉得还是很亮的。昨天关得好早哦，今天还好。对，我骗他们那个。我们也包一个嘛。哦，关灯了，关灯了，关灯就不用拍了。昨天都拍了，昨天。拍啥？我发的那个。这今天还是发了。对，7个，6个人。全部是一个人做的呀？6个人，不2个，2、3个人。瑞士有一个。还有瑞士啊，除了那个美国人还有。我不知道他中文名我不知道啥名字，我不知道他名字，不知道啊。每次我给他留言，他也不回。他又发的有英语。这个是不是普洱嘎？就是14普洱。啊，我的准备换15算了。你不是那个10普15洱输得用啊！我想把14把卖了，迟早要卖啊。就那天那个你买的是15普洱嘛？啊，15和8个是嘛？14的嘛。这个是14普洱。以后卖的就便宜了，我把它换成10。啊，你那个是不是 Max？那个是啊，这是就是你最新那个啊，对这个。15普洱 Max 嘛。啊。我看这个也好大了。看嘛，大一圈。大一圈，这个。哦，这个是普洱，哎，我看着普洱跟 Max， 那个是最大的，那个是 Max。哎，对，电池最近用的那个。我还以为你刚刚又换了个。我就想把14普洱全换了。这个是啥子？14把它换了，Type C 的充电好方便。这是14普洱。不是 Max 的。哎。那个是 Max。那个。啊，我把那个换了。把它换了黑色的吗？换了，可能明后天就到了。你在网上买的吗？网上买的。哇，这个包2个哦，拿错包了2个，那个有点重哦。我以为徐总要帮忙的，我本来考虑徐总要帮忙，有2个人。拿错的呀，搞他那个不是帮他拿，不好一点。重不重？只有他一个人。光线还可以啊，你光线。还可以，我大1.3，提高一点嘛，提到1.1就可以了。1.1。提到1.0就可以了，1.0就可以了。但是只看到花没看到人，是吧？他是对了那个直播，他在直播。哦。他对了直播的那个屏幕。这个，我给永吉也拍一下，他们在拍。我这卖房子的广告。
拿出邮政帮他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拜拜。你去了？我坐哪里啊？你下去。那我下去。他现在是。你这样做好微笑，做微笑，放得比较近，但是还是比较危险。妈妈，你下车就得。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下去。我没坐，你在。啊，抱住哥哥。抱住啊，抱住啊。你交了车吗？你交了车啊？这带2个小朋友。喊了车子，还有3分钟就到了。2个小乖乖，2个小乖乖，2个小乖乖。都要补啊，每次都要补，我是每个都要补的。因为你说那个黑30%嘛，我这边是直接补上的，现在的。你送100个，你送200嘛，送200我就送300嘛，送300送500，全部是问题了。这个是一点心意的问题，因为你们都送了，我肯定要表示一下吧。但是我不会把我的这个写进去，就是你们的心意嘛，我肯定因为平台它就30%吧，这个没必要。就主要是我这边就相当于把那个平台 Q 了30%就补上了，差不多。爸爸又快明天见不到了，明天星期1了。哎，姐姐，黑布隆豆子下来了。可以。你下来了，你白布隆豆子全做起来。我们的这个。这是人卡，他们介绍的这个，挺高一点。准备走了吗？我准备走了，明天要上学啊。啊，明天小朋友上学，星期1 9点多，星期1，回去早一点，不然你关门喽，10点多就关门了。他们跑走了，他跑到旁边去玩去了。哎，跑旁边去哪去了？跑到哪里去了？应该在那边那个别马拉跑了的。不要，棒棒棒！要不你们要不在人家拿好衣服要不是好意思拿。要吗？对吧？要吗？哦，那儿，QQ 在那儿。哦，QQ 在哪儿？QQ 在哪儿？这那儿嘛啊。王老爷。徐总说的不要向那儿去的。啊？他说徐总说的不要向那儿去。没有，他白色的，他这个是另外一个的，这个是多少呢？今天拿的白色，纯白色，纯白色的。我不喜欢向那儿去哈。哦，我还没跟罗桑签呢。他今天搞完拿了，是吧？我不喊物价，昨天喊物价，前天喊他拿，搞完了噻。物价没拿，物价了下班下掉没来了嘛。他姐他那姐那去了，他姐那去拿东西，他姐呢，他又下班下比较晚，他姐儿又早就关门关了，就没过来。本来那晚上没过来，就没有调，就没拿。我听啥子？他估计又要在里头直播。直播也没有时间了，我每天我10点多就要回家了吧？那是我是他们的话。哎，他们肯定噻，他们11、2点噻。这直播了之后，他有要上瘾的感觉，因为你有参与那种，有那种有乐趣感觉啊。是嘛，人多嘛。是吧？人多的呀，打 PK 那些。昨天我看那个1点钟还在播。很正常噻，那你不说扎起那不是不是？不是，好像是别和他们。哦，别和他还在播，1点钟还在播。还有那个阿爸那个小西西也是噻，小西西晚上不熬夜，好像白天一整天的，经常都是整天在播。从小在做。炸起了么？
他喜欢我们城的学校，他在马尔康了嘛？他现在马尔康了吗？在马尔康了嘛？我问了，那天那个意思。我看他没在成都晓得他们说找之前介绍他们说，是不是说了？他要非要去那个，他问人往他要去那边冲，干嘛？问那个，真的，你要站着嘛？啊，车子一人带一个，他们也立汤做嘛个大一个，去罗马耍一会儿。我车停那边的，我在这150嘛。停滞了吧？1个小时50分钟，啊。